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是5/20，总统就职满1年，发生足多的代志，两化社会甲政党政治。你今天咱斗阵来讨论，看咱总统伊做甲你敢唔满意？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民主進步黨基隆市議員，嘛是律師鄭文婷。嗨，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那麼第三位是資深媒體人謝和哲。大家好，大家安。那麼第四位呢是前中國國民黨的立委陳學成，兩位就到現場。首先，咱就來關心。那麼總統賴清德就職滿1週年，早起總統發表了談話，針對着這個三角影的這個車的向罹難者甲家屬來致哀，嘛強調中央會甲地方來合作，協助家屬清理原因。那麼同時間呢，總統演說嘛講到甲美國的關稅談判進度，嘛表示政府會成立個主權基金。投資國際市場，嘛強調無任何總統會當違背民主自由。5月20日，總統賴清德就職滿1年之間，伊公開發表演說，頭起先針對新北三甲8大高速外口的嚴重車禍，對罹難者和家屬致哀，嘛向車禍受傷的民眾表達關心。在第一時間成立專案小組，中央相關部會和地方政府會攜手合作。積極協助家屬，並盡速釐清事故發生原因，檢討改進。賴總統在記者會頂懸，嘛向民眾報告這1年來國家拄當的挑戰、成果和未來的規劃。賴總統表示，台灣過去長期戒嚴，有一個先進的犧牲打拼，但讓台灣成做亞洲的民主燈塔。針對國內各地發起的公民運動，賴總統表示肯定，認為面對民主的紛紛擾擾，應當愛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伊表示會打拼促成調應對話來加強政黨合作。我將指示國安團隊着手規劃。向在野黨主席進行重要國安情勢簡報，期望朝野政黨領袖，無論政治立場為何，我們都能夠以國家利益為優先，以守護國家安全為前提，在相同的事實基礎上，坦率、真誠交換意見。經濟面對美國對頂關稅對台灣的衝擊，賴總統宣布要成立主權基金來投資國際市場，協助國內產業在全球布局。台海政治方面，中國軍機軍艦嘛繼續在台灣四周騷擾，國際媒體嘛關注中國對台灣的威脅。賴總統回應講，會繼續強化軍事採購、經濟聯繫，也有國際合作，以避戰來避免戰爭。我們也積極跟國際友盟共同合作，肩並肩，發揮威懾的力量。以備戰來避戰，達到和平的目標。第4個是我在這裡再次重申，只要對等尊嚴，台灣很樂意跟中國進行交流合作。賴總統嘛表示，行政院有提出強化安全淪陷特別條例，編列4100億嘅特別預算，除了支持產業和安定就業來強化經濟、照顧民生，也有強化國土安全淪陷。其中有1500億是5萬用來提升國家淪陷，包括起造軍品倉庫、建立飲用水供電設備，也有規劃巡防艦艇等等。賴總統希望會當得到中央嘅支持，讓台灣在國際變局當中繼續安穩向前行。記者盧尚祖、鄭俊堯台北報道。賴總統就職1週年，其實呢，事先差不多2-3天進前就接受一個網情的訪問，那引起了話題。在迄個訪問內面就講到兩岸的關係，吼。那另外，咱來看這張圖表，這是 TVBS 民調，另外一個是民意基金會的民調。你吼，這個就要安怎看呢？我甲觀眾朋友提醒者吼，你唔通甲兩個來比作看，你來看伊相對性的，有一個規律存在。TVBS 的民調，你甲看吼，國防表現46，健康台灣45，外交表現40，然後
甲愈来愈低，吼，两岸关系、甲经济表现啊，能源政策、司法改革，这有一个相对性的吼。另外，民意基金会嘛是差不多哦，但是无问到这能源政策甲司法改革有啊，能源政策无啦吼。内阁表现42.9，吼，但是你甲看哦，主权安全51.8，经济表现45.8，嘛是相当在各方表现较低的这个情形之下，我要吼先来请教着郑议员吼。是。他拄赖总统的这个发表谈话内面也有讲啊，讲哦，伊要邀请着在野党的这个领袖吼，来听这个国安简报。是。咱有个人讲，尤其吼两位在野党的主席拢讲，哦，我等伊等1年哦，拢无甲我敲一通电话。啊，这个黄国昌也讲啊，讲哦，虽时间无多啊啦，吼，但是吼，我还佫愿意等。这个时机是毋是到了，还是讲已经过这个时机啊？你家己的判断呢？我的看法是，不管是啥物时阵啦，吼，应该想要沟通吼，有要互相来寻求共识，为着国家的进步，为着国家的安定，任何的时阵来见面，这都是非常适当的一个时机啦，吼，无讲无你着搁挑一个黄道吉日无啊，咱只要讲是对国家的一寡政策也好，还是国家安全也好，只要总统伊想要来邀请在野党，我感觉这拢是爱肯定的一件代志，因为总统就是甲所有的政党拢当作是伊家己的头家嘛，啊有啥物代志咱做伙来参详，所以我是认为讲。虽然伫个伊就职1年的这个时间来提出这个邀请，我想这嘛是针对着过去这1年伫个国会这个纷纷扰扰的这个情形，互总统会当透过这个公开的一个机会来甲咱在野党释出伊的这个诚意嘛，吼，伊的心意，希望咱在野党，咱有机会，咱嘛是共款会当坐落来讲，搁较安怎讲，拢是台湾人嘛，大家拢是徛在这个台湾这片土地伫咧生活，台湾也有难，敢会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因都无吗？有啊，我的意思是讲。啊，这个时机就要满1周年，这个总统才来提出邀请。进前，这也未大罢免进前，迄阵时国会咧吵闹闹，是因为体制问题，即认为讲这是行政院的代志，所以不便出面，伊来做，伊来做院制的这协调留处理议，伊嘛无去找在野党主席。你认为这政治判断？你感觉？我是认为讲吼，因为立法院内底针对法案也好，针对预算也好，有任何的纠纷，总是行政甲立法院伫咱的宪法的规定内底，行政院要向立法院负责嘛，咱宪法是安尼咧规定，所以咱伫个立法院内底，不管法案也好，还是讲预算也好，有啥物问题，嘛是希望因会当回归到宪政体制内底，互因2个院去做一个协商的一个机制。所以言之总之，所以无问题啦。我认为讲这个时间上是无啥物问题，而且咱会使看是总统伊这回伊是用总统的关度来邀请进党的头人来做伙来做一个参详，这伫个咱的宪政体制内底是较无即个方面的规定，是以即个国家领袖伊的关度来邀请伊在野的即个进党的头人，所以我认为讲，这任何时阵总统提出即个邀请，我感觉拢是真适合的一个代志。我要请教蔡老师吼，这是体制的问题，啊嘛是时机政治判断的问题。啊，他多咱也读到吼，个总统邀请在野党主席是来做国安简报，是吼，嘛毋是讲要来讲什么调野和解嘛，毋是咧讲这哦，
吼，啊这敢有帮站对着条约和解，还是讲无？这是这，字是字，另外一回事。就是讲，伫即马这个情势来看吼，有可能就是无遐尼简单会当套啦吼，因为在野党佮主张要罢免总统嘞，哦，佮伫遐起喇叭要罢免总统，啊，另外一个在野党是讲要甲总统死死的，吼，这个氛围是安尼嘛，吼，啊，当然就是讲，伫国外的经验就是讲，这个重要的国安的干部，吼，有当时也叫反对党的这个头人，吼，也是讲叫迄个委员会的一寡主席，吼，啊去来大家来参详，吼，大家来了解讲咱台湾的情势是安怎，对美、对世界还是中国的关系，吼，这拢会当，大家拢会当，就是讲，莫讲干那我总统知啦，哦，啊我嘛趁这个机会，吼，你有一个机会来了解咱台湾的情势，吼，啊你了解这，你就开始感觉讲，哦，唔是咱想的安尼，唔是咱伫反应安尼咧骂，哦，安尼黑白骂，哦，因为台湾的情势实在是真紧张，吼。啊，大家就来参详，这真好的代志。但是就是安尼啦，伊即马就是讲，我邀请你去，啊，你即马看你家己要去唔去？有啊，人伊认为讲一个讲要等电话啊，对啊，要等电话好啊，是啊。但是嘛是黄国昌啊讲吼，基台总统吼无任何的仪式的征提，啊嘛无任何的这个概念吼来见面，安尼上好。对，就是讲嘛袂讲叫你来参加这个，甲你以后你外口莫去讲遐啦。我想伊嘛无可能当无讲啦，吼，因为在野党的立场就是要甲这个政府吼拔草啊。因的想法一直是安尼啦，吼啊，但是伊拔草的过程当中，人民发觉讲袂使咧，这国家互你安尼用，吼，民进党以后无走呢当执政咧，但是国家袂当互你安尼舞啊，舞甲规个安尼吼，就是要甲你断手啦。吼，啊，毋通手压来，佮要甲你下手啊！我感觉讲吼，大概就是哪含呢，动哪含呢？吼，像咱总统会讲，要用较大的民主来处理这件代志，因为就是讲伫立法院要甲你协调预算吼，大家佮来定讲。所以蔡老师，你认为较大的民主就是大罢免的意思吗？无啊，较大的民主就是人民决定啊！吼，啊罢免这写伫宪法啦，毋是总统规定的啊！哦，这总统写这个剧本写得真深哦。哦，伊就是讲伊讲这个。较大的民主，迄是足早进行讲的。对，爱就是直接的民主啦。较大的民主就是直接民主。啊，吼，你会当买货，你嘛会当退货啊。你也感觉伊做了无好，我人民就有这个权利啊。哦，啊，袂当讲吼，大家要来巴你，就拢迄种恶霸，啊，别人拢善霸。我直接讲，啊，去讲总统嘛，甲有话去讲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啦。哦，因为你得好好去霸，吼，一步一脚印，莫伫遐舞有诶无诶。哦，啊，你去舞有诶无诶，你会变做安怎？就是讲。我是感觉安尼啦，就是讲做过唔通无包啊。什么意思？就是茫敢若是讲我要罢免，啊，但是你都无包啊，你无实际去用啊。咱台湾的社会，我都用稳这件代志啊。你要食偷，你要做假，啊，甲来去讲我要罢免别人。哦，第二员而且伊上了解，伊亲身，伊是苦主啦，讲啊半天也是安尼啦。吼，好来，这何子，你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吗？还是讲已经时机过啊？啊，所以这种邀请要来听这个国安干部总统的这用心，你的判断是啥物？我刚刚是讲尔啦。哦，伊去年嘛讲行政立法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国政啊，尾啊咧，尾啊到即嘛是大罢免啊。中央啊，敢有讲过？无嘛，啊伊总统一直在讲我有关度，所以我要来讲这嘛。啊，敢有真正做过？啊，伊即嘛讲。好，我要甲用那个定期甲你国安干部，敢有要定期？无嘛？吼，迄个形式嘛，我咧讲一摆尔。即摆大家关心的是啥？关心的是讲啊，规个国际啊美国的谈判嘛。啊，你敢有可能讲我美国即摆要安怎谈啊？啊，我需要你什么合作？无可能嘛，对无？啊，你即摆讲。你要讲国际情势，你即届你像哦，即届蔡英文不是即届赖清德演讲内底，无讲中国，无讲国际，讲国际拢是啥？国际竞争力，吼啊，国际分工，吼，拢咧讲经济啦，政治的完全无讲哦，吼啊，
美国去年讲美国跟讲澳洲是讲全球现在都知道说全球经济跟繁荣，大陆是威胁。去去年讲俄乌战争是讲你看大陆外俄一个全世界拢讨厌伊。这届讲俄乌战争一句话尔，俄乌战争台电亏损，所以即马爱补助。国际即个伊完全都无讲到，你如果讲到美国有讲去年讲美国通过什么？朋友难免有地带啦。美国完成印太安全补充拨款的立法，提供印太区域额外安全援助，支持台的和平稳定。伊去年讲的是讲，国际甲美国拢支持阮，即届澳洲啥物拢无讲，啊美国就你讲迄句，朋友难免有摩擦，但终究能够磨合。就讲你即马那是讲要甲在野都讲国安简报，你即个伪怎样？你规个演讲内底拢无这物件，一般民众敢无需要知影？你讲机密的卖讲嘛，一个大概的方向总要讲吧。你今天跟一般的民众都不可能讲的时候，你要甲讲你甲在野到会讲偌济？而且你讲在野讲国家安全这种沟通，本来就是讲一定的限度内底，你来定期嘛。我即届甲你讲2个月啊。我的好奇是，立法委员恐惊较有资源嘛，较有这个机会，通听到国安的这个问题嘛。因就讨无啊。就讲，我感觉是讲，赖清德即马是讲尔嘛，是蔡老师讲的。你即马就大把面的在遮，大家要讲啥啦？我一边甲你抬，一边甲你讲，你就是爱甲我合作，迄敢有可能？所以这物件是讲尔，无可能嘛。伊去年讲的嘛，也嘛无兑现呐，对无？去年即马大把面结束进程政治啥物拢免讲啦。我啥物拢免讲本来就是安尼啊。我就敢若比你的，来，这个委员拄啊到场阮他就咧讲，总统抛出讲要来请在野党的这个主席，要来参加要来听这个国安干部啦。何志就讲这是在这个气氛之下，大把面这个气氛之下，做啥物都不宜啦，诸事不宜啊，干嘛呢？应该。后置讲的话应该是正确啦，因为到年底进前嘛，先罢免以后，看有几个被罢免嘛，那另外就是个补选嘛，所以这几档啦，实在讲起来，台湾的政治是应该无啥物会使具体的成果会使来讲啦。要毋过，既然昨朱立伦伊当场，我以前我就伫边仔嘛，智库昨开记者会嘛，伊就讲这是我第7摆甲总统拜托，讲朝野，咱有法度坐落来，好来讲看卖者，看有法度，咱做伙来帮助，互台湾会愈来愈好。特别是美国，即马伊的关税战对全世界，特别是对咱台湾是出口的国家影响上大，所以变成讲，有法度咱做来，好好来开讲一下，那无啥物条件来做前提，要不大的氛围都是有困难嘛，都是你一边都亲像今年赖清德来讲，台湾的民主政治为头至尾拢无讲是仇恨，要不过这摆就是啊，大把面不是仇恨，做基础是啥物做基础？难道是用爱做基础吗？无可能的代志嘛。那伫即马台湾已经分两边，跳出两边的时阵，你讲朝野要好来讲，我知影这是足困难的艺术啦。要么就一个在野党来哦，既然总统有讲这句话，那伊假使有诚意，咱就来讲看卖。要么我知影赖清德伊的个性啦，进前我甲伊做伙做立委，后来伊做行政院长，我做立委，有甲伊质询过，伊的个性真正很任性，很任性，不是伊即马讲很任性啊，是很任意为行，很任性。伊坚持的代志，伊认定讲都爱安尼做落去，边仔无人有法度甲伊劝告，莫安尼做。所以这代志大的氛围讲朝野。伊若讲出去的话，伊会做会到的。做会到。所以若是总统讲，伊要来邀请在野党主席来听这个国安干部，是真正会邀请。真正会做，真正会做。伊来当做指挥书来做。都亲像伊当初讲，我不爱你去。有效果无效果另外。对，都亲像伊当初讲，我不爱你去台南市会，我就是坚持不爱你去。那伊即摆讲我要开，就一定会开会。要不过有啥物结果？
我亲像后置讲啦，可能无啥物戏会使看。一牙手一月会的。你莫讲偌清地无生意啦吼，啊你讲黄国昌甲朱立伦敢真正都想要紧，啊，即马三个人见面要讲啥？无人因两个讲话真漂亮啊！你讲一年无通电话啊？我咧等赖主席的电话。这就吃豆腐嘛！原来左宗泰讲我恁来倒阁对无？啊，偌在迄倒的时阵，伊就揪起来对无？朱立伦甲黄国昌嘛是食豆腐啊！我就甲你问嘛吼，一个前主席讲压力内底，啊国民党即马等人敲，啊即马三个人讲要讲啥？啊，就讲国安干部啊。唔是啦，我来讲，国安干部一定是幕僚吼，甲你简单讲一个尔啦，吼。要毋过这三个人，你就想看卖嘛，即马这情形，好是见面3分钟嘛。无可，黄国昌迄种个性，三个人吼，就一定我甲你保证啦，一定要求讲，阮就爱直播，都爱直播，就甲你用坏的嘛，甲你用坏的嘛，你迄种场面一定歹看嘛。起码没有起码直播了，OK 啊。没有那个见面的基础啦，大家都嘴上讲而已。我咧直播来对。我安尼讲吼，不管有直播还是无直播啊，如果讲大家是真正有心要坐落来讲，有没有直播，这个是技术的问题而已嘛，只是技术的问题啊。为什么会伫咧这个代志顶悬出问题？过来。迄罢免敢有影是仇恨的罢免，今仔日来要罢免国民党这个立委，这个霸团，因是因为爱着台湾呐，爱着台湾这块土地啊，因袂堪要这个立委伫咧立法院内底安尼乌白乱做啊。我突然间想到，你嘛是去用罢免的。对啊，啊为什么？你有认为，甲你把签约连署的人是受分无？因迄种的才是恶霸嘛，要甲我罢免的是由国民党的党部发起的，啊，而且内底死亡连署的比例遐尼高。几个人，几个亡，因上惊亡魂甲你连署。上惊505份，内底有47份死亡连署，差不多一成呢。哦，一成。啊，你会当讲即个1成左右的死亡连署？这不是仇恨，这阿飘可能无受分啦。系啊，所以我是认为讲吼，咱咧讨论一件代志，大家基础爱共款嘛。哈，亲像霸团要罢免国民党，但亲像他都何是讲的讲，啊，即摆这个气氛实在不宜呢。这个气氛可能大家拢认为讲，哎啊，这个恁双方面安尼针锋相对啥，咱爱了解到司法的部分，敢是总统会使去指手画脚？总统会使去指挥的吗？咱看司法改革的成绩，不管 TVBS 的民调吼，还是这个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啊，伫咧这个。这几项内底分数算较低哦，表示啥？表示人民对司法的改革有更较悬的期待。如果这个时阵总统会使讲，你这吼莫搁去甲国民党敲，我相信这个分数会更较低啊。表示讲，郑文灿甲林泰化都知影，伊有感觉讲总统有伫后壁指指点点无？嘿，问因两个都知影。这两边拢去查，无问因两个人感觉就知影民进党的嘛，有国民党的，只要你违法，你就是有可能去互人查嘛。为什么你会感觉无公平？你是认为讲，较早为什么大家拢会使安尼做？即马为什么就要甲我掠？你是主张违法性的平等嘛？啊，但是民主社会无人会使安尼忍受嘛，对无？你若讲，大家拢平等、合法的平等，这大家当接受。违法性的平等，迄乌白来嘛？你哪会使去主张讲，较早我偷摕物件拢无代志，啊，为什么这回来搞我？警察来搞我弄，这不行的嘛。有受分无受分哦，即摆无意成就啦，吼。对啊。一定吼船啊驶出去啊。是。但是，即目前这个代志也无可能搁收回来嘛。是罢免一定爱罢免嘛，但是见着面，他像这个单位人讲的啊，讲赖总统真正会做哦。啊，那迄阵时小见面的时阵，那朱主席也讲，你较拜托，
卖甲阮敲，干嘛好意思讲这？对，我相信朱主席应该嘛。没有，伊讲我要等赖总统电话哦。对啊，赖总统无讲要见面啦。赖总统无讲要见面啊，伊讲朝野对话和政党合作尔，公告家尔。无，伊讲伊安排的无聊有可能去请国安会秘书长出来该干部，有可能是安尼。要我还未确定哦。无讲要见面啊。是安尼哦。要我即摆是保持希望讲啊，赖清德有伊的管道伫的，所以伊要出来见面伊本来就是讲安尼啊。哦，这安尼有所解以这个理解甲大讨论甲大家变成讲，总统伊可能无要甲因见面，只是安排一场，互恁大家来安尼心里如意。我相信总统既然甲伫咧伊就职周年来做安尼的宣誓，就表示讲总统伊本人有意愿要甲在野的这个各个政党的头人咱坐来，终究不是仇人嘛，对吧？这些都是台湾的人民啊！你若一般的政治素人吼，平常是无咧插这政治人，讲朱主席啊讲啊，我等伊电话啊，总统啊讲啊，恁来，敢若一个放楼梯啊，一个好好啊落来吼，应该有一个好的开始。赖清德话讲到足精准的啊，努力促进朝野对话，加强政党合作啊，都一句话有讲我要见面，对不？像这个对话不见面怎么对话？不是政党朝野对话，不是说朝野主席对话，委员跟议员，这个东西是非常精准的。你安尼解释，我嘛无话通讲啊。我照进伫啊，足久啊，这物件绝对较精准的啦。我理解是，既然甲要对话，就是一定是大家见面坐来，见面三分情嘛，对吧？蔡老师来做一个菜盘。不，我感觉是安尼啊，讲善意的部分就是你得先伸手出来啊。当然，对方若是甲你讲伊都袂瘾插潲你，就是伊的问题啊嘛，过去恁咧罢免陈柏惟时，恁讲啥？你敢知？恁讲这民主的胜利，即摆甲我讲这拢抽分，这拢是分意。我感觉是安尼啦。你去偷掠鸡，你去用掠着，你讲这细项的，这细项我偷掠鸡，但是对台湾整个的选举甲罢免这件代志，这公正性，你互你破坏去啊！简单讲是安尼啊。你讲总统无讲两话，伊伫3月13就讲17条啊，伊咧讲两话讲呢，一定伫遐咧讲啊。爱进前接受访问，迄个记者咧问伊嘛有讲，恁就一直甲连嘛，讲伊这有可能会开条件，要大陆收去。你拢讲遮济啊啦，结果你甲我讲今仔日拢无讲到两话，所以表示伊无重视两话。拜托恁啦，这3项甲斗起来看。台湾的政治一定要看较远的，看较济。你嘛敢若讲，伊今仔拢无讲迄。美国的问题无重要，唔是无重要啦。但是你要谈判时，你交人讲的细节，有当时啊，迄无法度，互足侪人知啦。国安干部，你若感觉讲总统无去，你就无爱去。你的意思就是，逐项拢要爱总统就对啦。比如讲恁罢免，恁即摆佫讲要罢免总统呢？罢免总统你立法院就袂过啊嘛。第一，立法院袂过；第二，迄个公道就无意义嘛。现状就毋是安尼啊。你讲你要用一个未来的物件。恁家己设的迄个公道案嘛有问题啊！第三项就是讲，足简单的道理啊！即个台湾的政治，伫阮进前就甲你讲，甲你苦劝，甲你高正讲大家来瞧瞧，这预算毋通安尼。你伫即个会期，即个任内4年，你袂当修改个选举罢免法，你就是自肥嘛，你就是甲你的权力放大嘛，所以人民会感觉讲无应该安尼啦。你讲司法的问题，恁拢去外口人游行呢？迄禁制区呢，迄袂当去呢。你是毋是咧头顶个迄只法官压力？郑文灿人敢有去游行？无啦，伊嘛是偏仔懵咧，伊就是伊爱有案件互去查嘛。恁当时咧讲郑文灿的时阵，你安怎讲？你安怎讲？你敢毋讲伊嘛是司法迫害？你若讲安尼，我感觉讲哇，真有道理。恁拢一致的标准。最简单的道理，无法不法就袂当主张平等啊啦。第二处头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啦，恁就是。偷窃去用掠着，你就莫个伫遐去注意讲，你嘛有做呢，你嘛有呢，佮讲车照的这个公民去甲恁偷创的，你用这个理由足无合理的。老师，是啊，因为今仔日是5.20嘛，1周年。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明日生啊。那么明仔开始咱是期待讲，因为咱节目内面来讲叫足济届啊，就是调野无必要爱合作，会当和平竞争而且会当有对话空间。你认为啦
如果你若有机会照着电视机的面头前，你要甲赖总统讲啥物啦？因为咱讲过去迄代志吼，啊，就你讲我一个，我讲伊一个，安尼讲，咱要甲赖总统讲啥物？讲啊，你就做总统人，你就小拜托的，还是讲无，你就坚持，啊继续行落去，你感觉？我感觉是安尼，就是讲吼，因为即摆这把火已经烧落啊，伊嘛无法度甲国民团队讲，啊无你拢动起来啦，伊讲啊，罗总统你上个人讲迄啦，这是公民的运动呢，这是宪法的权利呢，吼，啊，就是照安尼落去行，啊，你若去用罢免无法度，你就是无法度，吼，因为第二原因嘛是安尼啊，比如讲因迄人合法的时阵，伊到时嘛面对着罢免呢，这是大家拢人拢有机会呢。安尼就无法度，安尼就殊荣工伤咯。啊，无你就甲宪法废掉，最简单，迄个部分你就讲袂使以后袂使有罢免。哦，啊，因为伊嘛是面对一个，好伊小口主来讲者，应该安尼看这件代志啊，罢免这个代志，你是公民团体发起的，所以无人有材料甲因动，除非因家己无爱嘛，吼，除非伊家己无爱做。但是朝野之间要去协调，要去参详，我感觉任何时阵拢是真好的代志，不管是毋是总统就职周年，只要总统有邀请。啊，在野党的主席嘛会使北长北较快，大家做伙来参详啊。因为我对立法院嘛真熟啦，吼，好日就知，你会当描写遮立法院内面这气氛啦。是。即嘛吼，要大家坐咧好好啊讲的这个机会吼，委员嘛知，即要你坐咧好好啊讲话吼，这就真困难啊呢。我感觉啦，即嘛气氛无介好。我来做政治评论，我们不能把话塞到人家嘴里啊，好。赖清德没有讲要见面，就是没有讲要见面嘛，对不对？伊无讲这物件嘛，我袂当讲赖清德讲这意思就要见面嘛，无嘛。伊讲朝野对话、政党合作这物件不需要见面嘛。伊讲唯一看面开的就是讲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嘛，这嘛无需要伊家己来啊，对不？伊无讲就是无讲，你讲什么叫做朝野加强促进朝野对话、加强政党合作？这物件就很模糊啊！你别当讲啥物件伊无做有做，这大家歹讲嘛。伊可能讲但是你若判断讲，交易的个意思，譬如讲，我对伊来讲，吼，4100亿预算你给我通过，就是加强朝野合作啊，政党合作啊，对不对？促进朝野对话，这就是啊，你给我过就是啊。这物件就迄较歹解说，啊，伊就无讲要见面，就是无讲要见面，吼，一直爱讲说讲伊有，吼。我就讲拄仔讲嘛，朱立伦甲黄国昌是食伊豆腐嘛，吼，就知影你无要见，无可能见面嘛，你见面大家就歹看边仔伊嘛，咧看人咧食豆腐。不是，对啊，本来就是嘛，条野本来就是安尼，你我食你豆腐，你食我豆腐，这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啊，伊唯一即摆一定会做的是讲重要国安情势简报，这形势伊一定会做，吼，啊，不过做到大，吼，比如讲。拄啊委员讲的，可能是讲国安局长家己来，我感觉是无遐悬啦，你放心啦，吼，一定有人甲你小可报告一届，嘛是袂讲一个固定性的啦，啊，就是讲刑事我一定爱做啦，吼，啊其他嘛无啦，所以讲这物件是讲赖清德咧表示讲，我嘛是有总统的监督，啊大罢免甲我无直接的关系，咁我伊头前嘛是先讲更大的民主啊。伊是先讲更大的民主，跟朝野合作哦。好，这个有前后之分哦。我先判断，我再讲更大的民主，更大的民主这个物件，好的前提下，有限的合作，好有限的对话，伊的意思是安尼嘛。所以大罢免是主体嘛，后边基。咱看大罢免，即摆伊有看这个民调，我相信伊嘛有看了。但是你来看这个民调，你感觉总统伊家己判断，我应该是会过关，我就安尼直接先行落去才讲，上无甲今年行到8、9个。民进党即马甲赖清德是已经聊落啊，吼，你大家恁开始帮忙收联署书啊嘛，你抽袂转来嘛，吼，不管讲头前是民团自发还是安怎，你即马是聊落啊嘛。你抽袂转来，所以你一定行落去嘛。你国民党嘛是抽袂转来啊。国民党，国民党即马剩2个尔，你敢有抽无抽的代志？人伊嘛有志气呢，人伊继续会去罢咯。阮上少阮伫苗栗嘛，你看苗栗迄馆长，就讲你罢免哪个立委无成功，
那即马要罢免3个立的迄议员，阮就停止。这若是蓝绿和解啊，所以。这都爱有总统制是无，这看什么人？不，总统是我较难的，这大家拢知影啦。这都爱有一个管道的人，你靠我就做这款代志，那偌清地就看你嘛。你讲当初大罢免，唔是我伫后壁杀的，那唔是你杀的，你都会使做公道者嘛。但是委员，这嘛真歹讲，有当时吼，我也知影有这实际上有一寡公民团体吼，伊嘛无属于民进党，嘛无属于嘛无属于什么任何政党，你甲讲卖，你卖罢免哦，伊就随着请靠来对赖总统去呢？你要叫伊安尼讲吗？对啊，那都跟他总统就共款啊，那罢免的团体甲伊咯无啥物关系啊。那你要罢免哪？罢免绿色的，我拢叫拢动起来，安尼就好啊。那苗栗就变成讲台湾会使行到这个程度啊。苗栗既然有法度，你偌清地那有无可能会使在做？那告诉你无安尼做，都亲像我头拄讲过嘛。到年底进前啦，台湾都每工都是安尼啦，拢得无政治啦。那美国安怎对台湾，咱都无方法来对付。那变成咱家己都要吃苦。那我做一个在野党，我希望台湾好。那既然总统要安尼乱舞，那我就陪伊啊，都安尼。所以我昨讲，朱立伦伫我边啊，伊讲这第4届，哦，那听到讲赖清德讲伊买，我就真欢喜。啊，头拄去听后子讲，迄是公共的，毋是本人要出面。那安尼讲起来，就是拢在搬戏，那搬戏就免啦，那都拢是假的啦。就我相信朱主席还是等电话猛等啦。有啦。伊就无输啊，等着伊就赢啊，对无？我中下嘛等，要见面上好啊，最好你唔通安尼最好主席上好是黄国昌，你啦。像赖清德啊，朱立伦边看伊，对无？伊对来讲本来就是安尼啊。但是吼，我会当看到讲最近总统开始咧讲这个两岸政策的时阵，讲到这大公司的，而且合并吼，要去合并这小公司，但引起了这个南洋这个大议论啦。哦，这个大议论就讲哦，这个未大。我先互何志你讲，你感觉这是未大吗？还是讲其实伊这个批论是批论较唔捌听过，所以大家会跳起来讲哦，啊你哪无讲迄种？你过去应该讲迄个台独金孙迄种的啊，哪会来讲这种？是因为美国人互伊压力吗？嘛有一个讲法是安尼。我感觉嘛，毋是美国人的压力。哦，美国人的压力嘛，未讲到这啊。赖清德台独精神，哪会去讲这？哪会去卖台？赖清德问题是讲，伊咧两岸这物件吼，伊一定无一个定调，无像蔡英文。蔡英文吼，伊一直关注，一直拢遮稳的啊，微调，伊有变化啊，伊变捡剪刀枪的时阵就变个辣台妹啊，对无？要毋过伊是一个一直的变化，赖清德毋是伊跳来跳去，吼，去年讲互不隶属，去年520讲互不隶属，吼，啊讲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寡长，吼，祖国到10月10号讲祖国论，过来是两岸的敌对关系，吼。境外敌对势力，啊，过来变讲，吼，变讲，吼，拖中不黑无算两岸关系啊，迄较经济啦，啊，过来变讲，变故说，吼，赖清德一定是反中的，这免怀疑，吼，要毋过伊就是所以国民党要骂讲伊卖台，这骂唔对啊，这一定爱骂，一定爱骂，在野党是一定爱骂啦，要毋过赖清德问题是讲。伊无一个基调，吼，啊，伊即个今日敢讲，安尼讲，安尼甲中国讲者，吼，食一个豆腐，吼，互伊会听，伊就祖国论就讲出来啊。啊，今日啊，突然想到个另外一个物件，甲你选，伊就讲变讲说了造出来啊。伊无一个主轴，会讲撇来撇去，吼，要毋过。伊对国家领导人的管道，你是袂当安尼，吼，因为安尼，你比如讲，你祖国说，你迄阵民进党嘛讲啊，讲了后，啊一礼拜了，小红民进党无人搁讲这啊，并讲说，民进党起码是还该赞声的人都无，吼，就一个吴思瑶，一个林佳龙去讲2句尔，唔知要安怎解说啊？伊迄物件跳出来的时阵，党内一定无去讲过啦，无一个共识的啦，所以伊即摆的问题是讲。伊这两岸关系吼，这物件伊袂当安轻率啦，伊伤过轻率，啊，食人豆腐安尼就爽啦，吼，这是有问题啦。就说伊即摆毋是讲
美国互你压力，叫你去讲这唔是，吼，你的判断唔是。美国互你压力，吼，林佳龙嘛爱事先来知嘛，对不？已经嘛就是唔是啊，有时候在两岸关系上面，这个东西伊太过轻佻啦，吼，伊嘛无认为这重要，反正我只要反中反到底就好了啊。这边拍得到，我就拍1000；啊，这边拍得到，我就拍1000。伊会射来射去啊，伊变讲是安尼啦。啊，敢有一种效果讲，你猜不到，你越袂着。啊，人即摆你安尼就还看无嘛？啊，人即摆就讲强啊，即摆就无插你嘛。我甲川普讲好就好嘛，对不？反正你也不在意，你变来变去，那大家怎么谈呢？伊即摆问题是讲变甲安尼啦。啊，不过拄仔民调我无讲，我要讲一个，就是说，即摆我的民调我毋是安尼看吼。即摆你所有的民调，你看起来几家人内底吼有悬有低啦吼。你差不多看的哦，就是赖清德一个趋势是讲，伊为大罢免开始一直咧起，起到差不多3月的时阵，到4月开始撤落，因为川普的关系过开始撤落。啊，你即摆撤落了后，你也毋过你民进党即摆是已经聊落啊，所以抽袂转来，你咧拼看卖有绿色无？吼，也毋过你即摆来看，伊今仔日的记者会，算讲是足低调的，吼，为头到尾，徛上台到离开21分钟尔，吼，整个讲稿3000字，伊去年当选的时阵5200字，吼，差遮济，啊，即届回答记者3个问题，主流媒体无一家接受专访的，吼。从敏迪选读他开始，所以你认为这演算是一个过程哦？这是讲一个，他即嘛是一个弱势的520啦，吼，唔是强势的520啦。啊，即嘛是一个弱势的总统，弱势的520，你要强势去推大罢免的时阵，一定较辛苦啦。啊，不过伊这唔是上歹的啦，吼。2017年蔡英文的迄阵，因为蔡英文迄阵推遮济改革的，民调遮低，对，所以蔡英文。对520是无开记者会，519的时阵，所以有这个回应这个大气氛。有一个519的时阵，伊是一个接见的场合去讲他的感言的演讲，520演说啊，520是讲找弱势儿童甲官邸一个中道，伊迄上歹，不过我是要讲说，赖清德即马是讲原来足强的啦。所以你的分析，迄是一个过程啊，尔。原来是较强的，啊，不过即马这届520伊表现伤过弱势啊。来，蔡老师你讲。就是讲吼，伊即个讲咧并购的代志，就是讲，这是若公司吼咧合并，还是咧买卖的时阵吼，有人恶意啊。恶意的意思就是讲吼，你公司的名以后你就无即个名，而且吼要来，迄个人掠厝拆，鸡仔掠到无半只。因阁有留岛无留人，即个讲法咯，吼啊，伊就是一个恶霸，吼，逐项伊都要占名，要甲翻巢，要甲掠入灶啦。伊咧讲的意思是安尼，啊，当然大家讲，伊讲这到底什么意思？哦，啊，佮讲伊的字有较少啊，反正9内险吼，几粒啊就好啊，唔免得较讲较济啦。重点就是讲中国的恶意啊，军机自伊就任甲今啊，已经要到7000只啦，吼，军舰3、4千啊。7000只，得有3500只是过海峡的中线啦。吼，啊，这个精细大。所以蔡老师，你认为伊讲这个合并的意思是讲，来你莫开一个，因为对南亚的人来讲，意思是讲，无你对方你开一个条件来，大家来听参详看嘛。毋是，伊的意思讲吼，你来甲我参详时，大家爱超白大啦，毋是甲我一声就是讲，你含名就袂使有啦。啊，其实泛南的人咧讲的意思讲吼，伊要卖啊，伊要从台湾卖出去啊。恁阁讲伊叫立功是立民进党叫立功，因这两个是共做的呢。恁阁讲到安尼，啊，即马阁讲吼，你要卖去啊？我讲啊，迄个神也是恁，鬼也是恁啦吼。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吼，你这个精势吼，毋是真开始有尔啦，伫老蒋的时代就有啊啦。吼，你当时你若毋跳出来讲，但是蔡老师，如果若是照你安尼想的，你认为赖总统是这个意思？那赖总统是安怎无爱阁继续讲较济一个？毋是，伊头前有讲一寡物件，你袂当甲伊话捡一段起来讲吼，加掉哦，就敢若讲这段，伊头前后壁，你都该看头前后壁。但是因咧看拢，啦一句两句啦，哦，
我感觉吼，你若要安尼处理，永远拢无法度解水啦，因为你安那看到迄个水都袂安尼一半拢无水啊，吼！啊，恁讲恁拢无款，拢独裁，问题是安尼啦。弟弟，我是恁多数咧，你搁家己讲恁是执政党咧。我讲清楚啦，意思就是讲，你嘛是有权利啊，你莫讲恁拢无权利啊。逐工讲啊，等总统敲电话回来，恁伫立法院的权利偌大，你敢知？这个特别的预算，这有法律你袂当甲要删掉，这个预算你家己搁增加呢？你有读过宪法的人就知，因为反对党袂使去增加迄个预算，足简单的，迄危险啦。哦，简单讲就是。以前也许我先我讲一下。我简单讲一下吼，蔡老师的意思，我拢赞成啦。好，啊，不过就是讲，迄物件是民进党想拢会当安尼讲啦，总统不适合啦。吼，你总统的物件就需要较稳定。吼，你袂当讲。遮我嘛拍者，遮我嘛拍者。你比较讲蔡英文甲赖清德，你就会看得清楚啦。就讲，毋是讲这个讲法毋对，要毋过你赖清德来讲就无适合。哦，所以来，这等于话，将来赖清德总统啊，伊将来都袂甲卖台扯上边，一直以来。会跟卖台扯上边呢，就是所谓的舔共立委嘛。你看傅昆萁带10几个立委去大陆转来，哇，都冰冰冰冰啊！大家咧讨论卖台，就是因为你去甲阿强啊，足亲近的，踮遐有诶无诶，啊，转来伫咧立法院内底开始作乱嘛。赖清德从来都唔是这款的人啊。所以，议员，你认为总统咧接受这个网情的这单位，啊，是像蔡老师所讲，迄前后文你甲读起来，绝对唔是这个意思。伊绝对唔是这个意思，伊的意思其实讲啊足清楚的，伊是打一个比方，你大间公司要来甲细间公司买物件，你袂使讲你公司规去卖互我。啊！你条件爱讲，条件是讲要买卖条件，唔是讲我甲你并吞的条件，迄完全天差咧地。哦，你做律师的人，你听这个意思。啊，因即马就是听到讲哦，要大间公司要并小公司，你爱来提条件啥？唔是安尼，咱即马讲的是讲买卖，咱就针对买卖的条件，大家来讲，你会使提出条件，唔是讲有咱要买卖，你所要甲公司买。其实吼，这个譬如唔是讲卖呢，只是讲阮股东呢，你嘛爱描写讲阮2300万人的这个股东安怎老百姓的想法啦，对无？你嘛会使搁进一步，假设是要。往这个方面去讲，两岸假设有一个前提是要合并、要统一，嘛是要老百姓同意啊，敢唔是？不管爱先请 KPMG 来评估，对啊，所以重点是，总统一直以来伊的施政都是要维持现状嘛，对吧？都是在努力维持台海的和平嘛。啊！你即马讲，伊掠着伊一句话，就杀咧乌白乱拍。我互陈委员小回应。对，因为头拄议员在讲去大陆，都当作舔共卖台。我甲各位讲，2000年的时阵，我带过李文忠、叶宜津、陈其迈去过大陆，敢有舔共卖台？无嘛，无，迄阵是气氛无嘛。我家己做立委，我你讲。立法院扩权无？对吧？迄阵是气氛无啥共款。无共款，拢是民进党执政共款意思。所以我讲迄阵是的中国。我是讲。我请教你，转来敢有马上立委职权行使法来扩权？我跟你讲啊，叫我管理无遐尼大啦，莫想象遐尼大。我甲你讲，2016到2024，最后我那无爱做立法委员，因为民进党都是对在野党。完全无尊重，后置叠加上知影。我迄阵做立法委员啦，野手野输，拍人拍输，结果我感觉做立法委员无啥物兴趣，所以我甘愿我无爱继续搁做立法委员。那即马是在野党8年以后有一个机会变成较大的政党，民进党就无法度忍受，赖清德都爱亲像蔡英文呢，这我无法度接受。最后我讲2个代志，照在野党传统的观点。那以后就讲并购，卖讲就讲统一，就卖讲统一就来讲并购。那武统就讲恶意并购，实在讲起来，这是一款讲法。那大家会使听听的。对我讲起来啦，我想一个较大的迄方向就是讲，以前阮伫讨论的时候就是讲，假使两外要谈判，一定都爱
最毒的人去谈，较无后来去后边去想讲也卖台。我跟你讲，这是伫咱政治圈内面有在讲这款代志。另外要讲，绝对无可能我外省人去讲，无可能讲袂动去讲。有请苏明老先生去讲吗？对，要毋过伊都无伫个世界，那无法度啊。无啦，苏明老先生无，伊可能嘛无爱出山。我来讲，那即马热清地都是大都的金孙嘛，大家认为伊绝对无可能出卖台湾嘛。所以假使伊要去讲另外代志，台湾的人民对于相信的程度会超过别的政党，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局势。但是委员是不是为这行去？我唔知影。中国人敢会接受？唔知影。讲，唔知影，因为上大的意思就是以大事小，要以人嘛；以小事大，要以智嘛。所以你即马要甲对我要讲的时阵，我派一个你上无爱接受的人，我这题目互你，看你大家要接受无？你无要接受，就是你无要谈嘛。所以我讲这招热清地。我跳开阮在野党的观点，我家己这几年来我看，这招算厉害呢。我派上道的人去甲伊谈，看你要谈嘛。然后咱卖看什么政治形势。苏锦啊，甲张仪哦。唔知影，咱看卖可能，咱热清地好后边有军师拍一支军出去，都是互热清地讲，你会使变成两岸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看他后期安尼描写讲，赖总统有当时小调节，安尼讲，无你看伊嘛咧找路啊。包括祖国论拢是，所以我即马对于两岸，我袂讲最后的决论，就是讲伊搁在摸索，搁在行，所以最后的结果搞不好，最后民进党伊家己拢讲啊，那也是安尼，伊家己都唔知影。后期你安怎看？无啦，我感觉是食豆腐啦，赖清德。要安怎有可能甲？何日你今日开豆腐店？本来就是安尼啊，赖清德哪有可能甲对岸去谈并购、谈统一啦？迄无可能嘛！伊就即摆就是讲，你就无爱甲我谈。无啦，是旗举起来，毋是讲要来谈统一，是讲谈和平呢。伊嘛袂啦，热清地要可能谈和平，要谈和平，对无？伊即摆是讲家己就看讲，你嘛无想要谈，吼。这跟那个朱立伦在讲7通电话等电话一样嘛，就是讲我就知影你袂做嘛，所以我就提这出来，甲你考试嘛。要毋过总统袂当去做这些代志啦，吼，这代志上拢会当做啦。人那真正甲你讲要来谈，你要安怎讲？你牙去，就是讲，就像讲迄阵吼，丁惠期的时阵，总统讲，你在野党上好来斗阁，结果咧，人真正讲话你揪起来。做咧迄个大位的人吼，袂当用这种想法，格局伤小。你爱像蔡英文同款，蔡英文为怎样？蔡英文坐咧遐就敢有总统的班，真稳。所以热清地无，热清地就无啊，伊就无这个班啊，这个差别啦。这个吼无牵涉着讲啥人有办无办，咱是就事实来论事实。蔡老师，你认为赖总统？无因个民调做出来，迄个较早高趴，迄个总统上有办。吼，较早民调高趴，伊是到第8年较高趴哦。我知啦，第8年较高趴哦。伊讲的633嘛，拢无阮最后嘛无成啦吼。我要讲的最简单的道理啦，你就是要交伊谈判一个条件，你要接受一中原则。吼，若国民党要接受中原则，请恁去。吼，但是2350万的台湾人民无同意，因为阮无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恁承认台湾甲大陆拢共属于中国。吼，啊，当然你是中国，你讲这是中华民国啊，但世界拢听无啊。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委员，你阵时带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去到中国的时阵，迄阵时伊敢有要求咱爱承认一中原则？拢会闪过，是因闪过还是咱闪过？两边拢会闪过。对嘛？啊，即摆伊拢会闪吗？所以我来讲嘛，有接触都有机会嘛。你没有接触，永远都是无机会嘛。那朝野是安尼，另外同款。所以我是讲看热清地，所以我讲委员，你就爱去做苏锦。是，我去补一句就好啊吼。啊，周建国是哪讲的三不政策是安那？伊到底是安怎会讲安尼啦？因为伊一直在世的时阵，就讲咱袂法度交伊接触甲谈判，是安怎？就是讲吼，伊就是拢要甲你拗的啊，吼啊！我会提醒，毋是讲咱袂当交伊讲，若是即个平等的条件超过白大的时阵，迄无问题。但是若一声就要叫伊讲，你爱答应这，无你拢要叫讲。要毋过迄阵，周建国有派密使去啊，
一边在讲三不，另外一边都派密使啊，无那有可能两岸通亲，但是伊无甲中华民国卖去。咱嘛唔知影讲罗总统有派人去无啊？对，这句话正确，今日结论上好，是不是？咱嘛唔知影讲罗总统即摆就因为叫总统的这个官都无得抗哦，已经开始咧进行啊。是哦，总是爱有见面有机会嘛。对嘛，朝野赶快嘛，拢是赶快见面啦，见面3分钟嘛，对吧？好，感谢，感谢但是袂使改姓啊，未去就改姓啊，你姓就无去啊，袂当安尼啦，哦。过来呀。